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尋日我做咗條片就講SpaceX 呢個 IPO 新股上市就禁止咧，就香港同埋中國大陸嘅買家咧係連佢個官網都睇唔到即係有 error 出現咁樣，咁亦都當然就係禁止佢哋喺 IPO 嗰度咧去認購呢啲新股啦咁。有網友就留言啦，咁你又話阿 Trump 咧？唔係反共嘅，唔係對付中國嘅，點解喺呢個 SpaceX 上市嘅時候咧，又唔俾佢中國嘅股民或者呢個機構嘅投資者去認購咁究竟你係咪又跳出又跳入咁樣咁我覺得咧就即係我唔知道點解一啲網友、一啲聽眾咧睇問題咧就係會有一種所謂假二元就或者假兩難嘅情況，一定係非此就即彼嘅一係就阿 Trump 咧就係好反共嘅。全力係對付習近平嘅，全力係對付中國嘅，一係就話 Trump 咧就係奶共嘅，佢係視習近平係偉大嘅領袖咁所以咧就佢咧就係親華嘅咁。咁我聽完呢啲咁嘅即係所謂假二元假兩難嘅時候咧，即係同有啲人嘅講法就話你唔撐侵咧就奶共你即係撐侵咧就係反共咁樣。呢種咁嘅完全係虛假嘅邏輯咧，我覺得我唔知點解呢一種咁嘅諗法咧係點樣去形成咧咁。我咧就想同大家分析下，究竟特朗普上台2.0之後，尤其是對中國嘅政策佢係反共佢係滅共定係親共定係奶共咧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即係去釐清，究竟我哋如何去睇國際嘅政治關係，尤其是係中美關係究竟係點樣嘅。咁翻嚟我詳細講下，繼續支持我 Patreon 3條5塊 channel，繼續請飲杯咖啡 ，scan QR code 同埋撳條 link 都得嘅。直播嘅時候咧，請大家用 Super Chat 嚟支持我，一陣間再見。香港人咧就出晒名，中意去旅行噶啦。只要有幾日短假期咧，佢哋都會翻鄉下嘅。我知係日本又或者去韓國啦、台灣啦、東南亞啦咁樣。有長假期咧，佢就去飛遠啲啦，美加、歐洲或者咧去英國探親。好多人都試過噶啦，出發前咧四周圍去揾嗰啲實體嘅 SIM 卡，又要揾又要買又要換又要計數幾多日用幾多 G 咧咁，好擔心咧就係用晒啲 data 咧就會好麻煩。如果你部手機係有 eSIM 即係電子 SIM 卡呢個功能嘅話咧，我就介紹 Sally 呢個 app， 呢個係一個 eSIM app 俾你。只要你下載 Sally 呢個 app 一次喺你部手機嗰度再入去呢個 app 裏邊咧，去選擇唔同國家或者地區嘅 data plan， 幾多日用幾多 G，甚至係可以無限上網添。然後就裝好呢個 eSIM， 到步咧就可以自動啟用噶啦。用晒點算咧？咪再入個 app 嗰度再買咯，冇問題啦。Sally 咧仲有類似 VPN 嘅功能可以咧阻擋惡意網站啦，亦都係保障你嘅網絡安全嘅。嗱，大家咧可以用以下呢條 link， 又或者 scan 呢個 QR code， 用埋我嘅優惠碼NGSAM NGSAM 就可以攞到85折嘅優惠噶啦。再提一提大家，你嘅手機咧要有 eSIM 呢個功能咧，先至可以用到 Sally 呢個 app 嘅。祝大家旅途愉快。首先咧就大家必須明白一個前提，特朗普總統咧同其他美國嘅總統咧有一個最大分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嘅個人嘅一啲諗法、一啲主張咧，個影響力係好大嘅。無論佢啲諗法主張咧係幾咁前後矛盾，幾咁同美國嘅一啲即係過往一直以嚟行之有效嘅一啲內政外交嘅政策咧係幾唔同都好啦，佢可能係會一時一樣其他嘅人咧都會跟住佢走。佢係一個極度自戀、自我中心嘅人所有嘅嘢都要係佢話晒事。咁大家知道即係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個大前提就係 America First。譬如喺伊朗嘅戰爭嗰度，咁點解佢同個 MEGA 會有個咁大嘅分歧咧？一般嘅 MEGA 嘅名嘴或者係支持嘅民眾就係佢唔打呢啲stupid war 海外嘅戰爭、愚蠢嘅戰爭，同美國冇關係嘅戰爭，拖美國令到美國5勞7傷嘅戰爭
即係遠啲唔講啦，韓戰啊、越戰嗰啲唔講啦，講呢個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都係佢覺得唔應該去打，唔應該自己嘅子弟兵咧會死喺外國嘅戰場上邊嘅。但係佢打伊朗咧引嚟好大嘅反對聲音咧，佢就話你哋唔識嘢㗎，我先係咩㗎，你唔係咩㗎。佢嗰種自我中心、自戀，覺得自己係即係美國歷史上最偉大嘅總統，我話咩嘢就咩嘢，其他嘅幕僚咧係今天咧一句説話都唔敢去駁佢，唔敢反對佢嘅。同佢1.0嘅時候，或者係其他嘅總統係完全唔同嘅。咁所以佢嘅內政外交政策咧係可以咁講係一言堂係佢中意話咩就話咩㗎。咁話佢前後矛盾啊，即係 unpredictable 啊，佢最大能夠預測嘅就係佢嗰個不可預測性啊嘛。咁係咪就等於咧佢拍下後尾枕咧就做任何嘅嘢，然後係佢個政策係無跡可尋嘅咧？咁樣唔係嘅，係有嘅。嗱你見得到佢啦，就係成日都稱讚嗰啲獨裁者啦，尤其是習近平，佢完中國訪問之後話佢係一個偉大嘅領袖啦，甚至咧就係羨慕之情溢於言表啦。喺翻到去美國之後咧，唔止一次嘅出咗個貼講喺中國國事訪問嘅時候咧點受到禮遇啊，咁尤其是咧對於呢個人民大會堂啊，呢個宴會廳之宏大佢羨慕不已啊！佢話：嗰度搞咗咁大嘅宴會廳，我哋白宮都要搞個咁大嘅 ballroom 先得咁樣。如果唔係咧，唔夠地方咧，宴請過千嘅賓客咁。即係佢對於嗰啲獨裁者，對於呢一類國家，譬如呢啲北韓中國甚至係俄羅斯佢哋嗰啲掌權者點解咁羨慕咧？呢個係投射到喺佢嗰度，佢覺得喂，人哋呢一班人，即係講緊普京、習近平、金正恩個權力係完全冇受到制約嘅，中意做咩都得嘅。點解我唔得嘅？點解我可以受到咁多制約嘅？點解我哋成日都話我違憲違法嘅？連甘迺迪中心、甘迺迪嘅演藝嘅中心，我加個名落去，你都話我犯法，要將個名除低落嚟。佢對你嚟講，佢種帝王嘅思想覺得自己係嘅權力係無限擴張嘅，中意做咩都得嘅。佢受到美國嘅法律、憲法、國會輿論嘅制衡咧，佢係感到極度不快，一定要將呢班人反對嘅聲音、反對嘅政黨、反對嘅媒體，一定係要隨之而後快。呢個咧係特朗普嘅好重要嘅即係個最基本嘅對佢嘅一啲研判。所以你見到佢，即係譬如有個分析就話，佢點解話要攞格陵蘭咁樣不停地念念不忘將呢個格陵蘭咧收入呢個美國嘅呢個國土嘅範圍裏邊咁。有啲人話冇乜實際需要嘅，因為格陵蘭而家都基本上有呢個美軍基地喺度咧，已經係好大程度上邊受到美國嘅即係控制㗎啦喎。咁好多人話佢要將自己寫入美國嘅史冊嗰度，因為以前美國嘅總統可以喺呢個即係俄羅斯手裏邊咧攞咗呢個阿拉斯加買咗翻嚟平平地咁佢覺得即係美國嘅領土喺佢任內能夠擴張咧，就可以名留青史啦。即係呢個好多時係佢個人嘅虛榮心驅使令到佢嘅外交政策咧就係用咁嘅模樣即係喐委內瑞拉嘅馬杜羅，打伊朗，跟住可能會即係喐古巴，其實都係好多係個人嘅虛榮心作祟。呢個分析我覺得佢有一定道理嘅，即係從特朗普嗰種即係自戀、自我膨脹嘅人格咁，但係咧佢亦都有啲好實際嘅嘢，即係譬如對中國嘅態度。好多人話喂，你唔好聽佢講乜嘢啦，唔好淨係聽佢講讚揚呢個習近平係偉大嘅領袖，就等於咧佢係親共親華咁樣要睇佢做乜嘢，睇佢做乜嘢咧，佢處處咧都係去掣肘中國㗎。無論係即係生擒馬杜羅即係打伊朗都係衝着中共而嚟㗎因為佢嗰度買到平油咁如果你解釋咧，解釋唔到㗎。譬如中國大陸都要同俄羅斯買平油不過特朗普對於個普京咧都係處處讓步㗎，你解釋唔到㗎點解係下下所有嘅政策都係對付中國咧？
當好多呢個親衛兵尤其是一啲我覺得有啲即係教授級嘅元老不停去解讀呢樣嘢嘅時候咧，中間有好多嘅漏洞嘅盲點等等咧佢係故意或者係即係唔覺意啦漏咗，然後咧去將佢嘅理論咧係自圓其説嘅。你唔好睇特朗普，唔好聽特朗普講乜嘢，一定要睇佢做乜嘢。佢做所有嘅嘢咧，都係衝着中共而嚟嘅，衝着習近平而嚟嘅。咁我覺得呢一種理論咧，實在太過粗疏。但如果我會咁樣去理解特朗普呢個政策，佢講嘅同埋佢做嘅，佢同對華嘅關係究竟係點樣樣咧？特朗普基本上咧唔係一個有好濃厚嘅反共意識形態色彩嘅人嚟嘅。如果唔係咧，佢都唔會包括佢在內，佢嘅幕僚在內，魯比奧都講美國嘅外交政策咧，再不是同國家制度，譬如係民主自由宗教信仰基督教嘅信仰法治人權嘅制度有關。佢嘅外交政策咧，同邊個國家結盟，同邊個國家結成伙伴，係基於現實嘅利益，而唔係基於政治意識形態。我覺得魯比奧呢一個總結咧係非常之準確嘅。特朗普嘅 2.0 係一個叫做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係交易型嘅外交政策。咩叫交易型嘅外交政策咧？單單稱、單單計 ，make 個 deal 有着數我就同你 deal，冇着數我就打沉你。特朗普對中國其實如果用呢個字眼可能會明白多啲，叫既警惕又交往，既鬥爭又合作。所以期望特朗普出嚟就係要滅共要對付習近平。我覺得呢個諗法咧係其實痴心妄想嘅。你話特朗普如果唔係滅共，如果唔係對付習近平，係咪即係乃共，係咪親華？呢個講法咧亦都係非常之錯誤嘅。特朗普對中國大陸嘅崛起，同美國好多人一樣，佢覺得係一個威脅，對美國嘅霸權係一個威脅，係會落入呢個修昔底德陷阱裏邊，未必係出現熱戰，未必要打，但係對中國仍然係處處提防嘅。但係處處提防係咪等於完全唔同嘅合作咧？處處提防係咪等於咧係要消滅佢咧？呢個都係美國其實一個好現實主義嘅諗法。中共唔係3朝2日就會支爆嘅，唔係3朝2日就可以被消滅嘅。如果係咁嘅話，咁不如就係繼續同佢交往，繼續同佢合作，不過要警惕佢一樣係要即係同佢有鬥爭。所謂鬥爭就係睇下佢做嘅嘢係咪令到美國嘅國家利益同埋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簡單地說就係話咧，中共所做嘅嘢係咪威脅到美國管轄嘅勢力範圍？美國要做一啲嘢係要削弱呢個挑戰佢嘅霸權嘅國力，唔係等於要消滅佢，因為佢知道消滅佢嘅可能性係好低。咁所以好多人出嚟話，特朗普咧係天選之人咧，行出嚟係要滅共嘅，係要對付習近平嘅。咁我覺得呢個講法咧，除咗係一個口號之外，除咗係一啲令到即係啲 KOL 咁講啦令到佢啲粉絲咧就即係死心塌地跟隨佢之外，係一個相當幼稚嘅分析，係根本係冇一種國際交往或者國外交政策常識嘅一種分析。even 喺列根嘅時代或者其他嘅總統喺呢個冷戰，即係戰後嘅冷戰，大家知道視蘇聯係一個邪惡帝國，佢都諗住去消滅蘇聯嘅，係諗住但係佢仍然係繼續同佢交往好驚有誤判嘅，亦都有呢個所謂即係防止呢個核武器擴散嘅條約限制呢個核子嘅呢個彈頭嘅條約等等，一樣有好多呢啲交往嘅。咁係咪就等於乃蘇咧？乃蘇共咧？唔係，因為嗰個國家嘅存在喺度，如果對你係有威脅嘅，你有好多方法去應付佢嘅。其中一個方法當然就係熱戰啦，係嘛？大家撳得太鬥快啦，嗰個導彈呢個係毀滅性嘅做法嚟嘅，但係雙方係完全係最後就變成一個世界末日㗎啦。另一種咪就係交往咧，所謂 engagement 咯，係點啊？咪同佢傾咯，
喺個條約上邊大家會唔會可以限制？如果有個條約咧，大家就話哦，我發現到你又製造呢個新嘅核彈喎，有個核嘅試爆喎，你唔啱喎。起碼喺個條約嘅底下，你可以同佢講你啱你唔啱。咁呢個即使喺極度反共嘅列根嗰個年代，仍然係繼續會同呢個蘇聯咧有呢啲咁嘅跟住落嚟都好多呢啲咁嘅交往。雖然暗中就用呢個星戰嘅方式咧，係拖垮成個蘇聯嘅經濟。我諗美國嘅外交政策而家特朗普嘅外交政策對中共咧都係咁樣咁所以你要去分析點解特朗普一時就話習近平係偉大嘅領袖對於呢個中國嘅發展等等咧係相當即係欣善羨慕不已。一時咧又話又限制呢個中國同埋香港咧投資喺 SpaceX 嗰度點解會咁嘅？點解會咁多矛盾嘅？咁啲親衛兵就話：哎呀，你唔好聽佢講乜嘢，你唔好聽佢講即係讚頌習近平係即係偉大嘅領袖，佢只不過係口蜜腹劍啫。實際咧，佢係全力對付中共嘅，所有嘅政策咧都係針對緊習近平嘅。呢一種諗法係一種即係個人嘅自我感覺良好、主觀個人願望嘅一種投射，係一種投射嚟嘅。係非常不準確嘅一種投射，即係佢意思就係話咧，我想佢咁，我希望佢咁，但係實際上你又見得到佢做啲嘢咧譬如話係即係好期望中國買佢嘅大豆買佢嘅牛肉買佢嘅波音飛機咁。呢個亦都係需要同中國交往喺美國嘅內政上邊，喺美國經濟上邊係要某程度上邊得到中國嘅支持，然後先至可以令到個選民咧投票俾佢，尤其是啲豆農譬如喺晶片嘅禁運上邊，特朗普同拜登個政策亦都好唔同拜登咧係主張係全面將啲高端晶片咧係禁止輸往中國嘅，特朗普就唔係，特朗普可能喺黃仁勳游說底下咧唔好賣最先進嘅俾佢，賣次等嘅俾佢啦，咁樣即係低一級嘅俾佢啦，我嚟換取咧中國咧對於呢個稀土呢個禁運又或者輸出咧係可以即係鬆綁咁。嗱，呢個就係兩國之間係叫做各取所需同埋互通有無嘅需要。早前好多人講就咩 decoupling 即係脫歐後來就唔好講脫歐啦，叫做去風險化，因為脫歐根本就係做唔到嘅，唔實際。係嘛？同中國繼續呢一種既警惕又交往，既鬥爭又合作嘅情況咧，我相信係長期存在嘅。咁所以我哋要理解特朗普嘅政策，同佢 1.0 係好唔同嘅。1.0 嗰班反共大將包括呢個副總統彭斯包括呢個蓬佩奧國務卿包括國家安全顧問呢個副顧問博明同埋呢個博爾頓。全部都喺意識形態上邊咧，係極端反共甚至反華嘅，係主張係全面去制衡中國嘅。但係到特朗普 2.0 呢一班人咧，已經係銷聲匿跡啦。無論係 J.D. Vance 無論係呢個即係Marco Rubio 呢個國務卿包括呢個黑格塞斯國防部長，對於中國嘅態度，去同 1.0 嘅時候係全然不同噶啦。譬如喺新加坡呢個香格里拉對話以往嘅國防部長嘅發言咧，就係針對中國嘅不過而家黑格塞斯咧就話唔係啦，要保持呢個兩軍即係美軍同埋呢個即係中國嘅軍隊保持呢個溝通嘅管道會面更加頻繁兩個關係係多年嚟最好嘅狀態。不過亦都係警惕嘅，佢就話咧，中國喺歷史性嘅軍事擴張呢個地區裏邊嘅軍事活動嘅擴大咧，係引發擔憂㗎咁咧就亦都警告咧，就話包括中國在內咧，冇任何國家可以加強霸權並將我哋同盟友嘅安全置於危險之中。嗱，呢個黑格塞斯嘅講法亦都係好反映到美國嘅政策，就係話你同我哋可以繼續交往，不過我警告你。如果你嘅勢力範圍擴張到威脅到我哋嘅勢力範圍咧，對唔住啦，我哋會對你唔客氣嘅。
呢個就係特朗普嘅2.0嘅時候對中國嘅好重要嘅外交政策。西半球係我嘅，你唔好伸隻手埋嚟，你伸隻手埋嚟，我手都剁咗你。咩叫西半球係我嘅咧 ？OK， 委內瑞拉成個南美洲、拉丁美洲係我嘅，北極係我嘅，美洲啊更加係我㗎啦。OK， 如果我睇到你伸隻手埋嚟咧，我就唔會放過你㗎啦。你搞亞洲你自己嘅事嚇，不過喺亞洲裏邊都係由某程度上有啲嘢咧係我管㗎，你唔好威脅到佢。咁所以如果一啲親衛兵一廂情願，你覺得咧特朗普係即係全面對付中共嘅要滅共嘅，好多人都講話，而家特朗普嘅職責就係滅共啦。咁呢種諗法係極度幼稚完全冇邏輯，亦都冇事實根據嘅嘢。咁你話喂，特朗普咪係親華啊？係咪好奶共啊？咁當然唔係啦。特朗普係奶緊自己嘅嘢。佢以講就 America First 佢對於中共嘅擴張咧，佢係好警惕嘅。但係 America First 咧，佢與此同時咧，佢個人或者佢嘅家族嘅利益咧，佢嗰種立晒自己嘅權力將所有喺美國裏邊能夠制衡佢嘅聲音咧，係希望去剿滅咧。呢個亦都係特朗普喺任內咧2.0呢年幾以嚟咧係不停要做嘅嘢嚟。咁如果我咁樣分析特朗普嘅內政或者外交政策，可能對你哋嚟講咧覺得唔夠爽啊！唔過癮嘅，因為你對付呢個即係邪惡嘅中共咧，係一定要有一個人出嚟夠力，然後先對付到嘅。而家你話俾我聽，佢唔係全力對付佢，佢又同佢合作，佢同佢交往嘅，咁喺個假嘅所謂兩難假嘅二元嘅分析裏邊咧，好多人都覺得佢唔係要滅共嘅話咧，就係等於奶共啦。咁如果你大家仲仍然鬥留喺一個，我認為非常之落伍嘅即係不長進嘅分析方法咧，咁我相信即係幫唔到你如果你係能夠睇國際政治、中美嘅交往咧，覺得係可以即係 lay back 一啲去睇，褪後一啲去睇，或者係企遠企高一啲去睇嘅時候咧，佢哋可能個圖畫咧係會清晰好多嘅。好啦，咁暫時講到呢度，繼續支持我非常親比較快 channel，繼續請飲杯咖啡 ，scan QR code 同埋撳條 link 嗰度直播嘅時候咧，請大家用 Super Chat 嚟支持我，留言 share like subscribe 同埋講句新片上咧撳個鐘仔就會通知大家。多謝你支持，多謝你收睇，拜拜。